咁今日咧就總結翻上一堂，即係第5堂我哋講嘅使命空間嘅資源啦。咁就有7點我哋係做一個總結嘅，即係我哋叫空間嘅使命重啟。咁嗱，首先見到呢張圖畫咧，就係一個屋企啦，係咪？咁呢個就係我哋第一點咧，就其實咧由教會2.0重啟去到3.0咧，2.0嘅思維咧就係一個家居或者家裏邊裝修嘅一個概念。咁但係3.0咧就去到一個即係社區投資嘅理念。咁2.0嘅意思咧就係堂會嘅場地咧，其實係會有共同奉獻啦，係咪？共同擁有啦。咁堂會如果要裝修嘅話咧，就係翻新同埋美化弟兄姊妹嘅家。咁就主要咧，我哋淨係會考慮堂會裏邊嘅需要嘅啫。咁但係如果去到3.0嘅思維咧，裝修其實係一個社區嘅投資嚟嘅，即係投資喺外邊嗰啲人嘅身上，就唔係話淨係我哋開心整得靚，大家用得舒服就係，而係呢個即係個思維係改變咗嘅。所以個焦點咧就唔應該係再放喺會友嘅身上，或者堂會內部嘅應用。咁裝修主要嘅目的咧就係配合堂會未來嘅發展啦，因為我哋要擺一嚿錢落去裝修啊嘛，係咪？咁我哋就係投資喺未來嘅發展，實踐使命空間，同埋讓社區人士咧可以係歸屬於呢個地方嘅。咁第二個理念咧就係members only 啦，即係2.0嘅思維咧就係一個私人嘅會所嘅空間。但係如果我哋去到3.0咧，就應該咧當我哋空間咧係一個公共性嘅空間嚟嘅。咁所以2.0咧就係堂會係屬於會友共同擁有嘅私人會所啦。咁啊，除咗星期日崇拜係對外開放嗰幾小時之外咧，基本上只係招呼會員同埋會員帶翻嚟嘅朋友。咁若果係真係有陌生人嚟到嘅時候咧，就比較即係好少數咧，係好少人咧就會同佢哋係好熱切咁去歡迎同埋款待，亦都冇意識咧係請佢哋留低或者請佢哋飲杯嘢，係嘛？咁所謂我哋廣東話就叫趕客。咁但係3.0咧嘅思維咧就係無論咩人入到嚟，特別係一啲邊緣人士啦，譬如長者啊、特殊兒童啊、藍領人士啊、基層家庭啊、少數族裔啊、傷殘人士啊、新移民等等咧，就正係好似耶穌所講，即係喺路加福音第4章，就係需要我哋要去釋放嘅人士，或者需要去服侍嘅一啲人士。咁所以堂會嘅空間咧就應該係屬於佢哋。咁所以堂會咧就應該認定啦，每一位陌生人入到嚟咧，其實佢哋都係我哋嘅 VIP， 即係最尊貴嘅人士。所以堂會嘅土地空間咧係應該銳意咧係開放，成為呢個社區嘅公共空間。好啦，跟住去到第3啦。咁一般嘅堂會或者教堂咧，大家都係有一個大嘅空間啦，係嘛？即係可能有啲長凳嘅，即係傳統少少就係長凳，就唔係好喐得噶啦，唔係好有彈性嘅一個大空間。咁所以咧，以往咧就係2.0咧就係一個單一用途嘅啫，即係主要係for崇拜嘅用途。咁但係如果去到3.0咧，就應該係一個多元嘅用途。咁2.0嘅思維咧就係堂會嘅設計咧係用單一用途啦，即係我哋叫做 single use architecture 嘅模式啦，即係 based on 下邊呢本書啦。咁啊，建築物嘅主要用途都係周日崇拜啦，係嘛？咁禮堂佔據咗整個建築物嘅大部分嘅。咁其他房間咧都係圍繞住呢個大禮堂嚟到設計嘅。咁啊，欠缺彈性啦，同埋多元性啦。咁就好少咧係會考慮到即係教堂平日可以點樣去使用，或者有其他嘅用途可以使用。咁但係去到3.0嘅思維咧，就係採納一個多元用途或者我哋叫 multiple use architecture 嘅設計嘅方針，讓堂會嘅空間咧每一日喺唔同嘅時段咧都可以有多方面嘅使用嘅。咁就可以更有效去回應而家社會多元嘅需要，咁同埋有足夠嘅靈活性咧，係為未來堂會轉型到其他模式去準備。好啦，跟住第4咧就係即係24小時開放，係咪？咁所以咧傳統嘅思維咧就係主要開放就係周日崇拜嘅啫，即係都係開嗰幾個鐘頭。咁但係如果去到3.0嘅思維咧，就係24/7啦，即係全天候我哋都開放嘅。
咁喺我哋香港即係嘅堂會裏邊咧，就之前都講過，有12.5%咧係一啲座堂嘅教會，即係其實好少嘅1%度。咁有23.7%咧就係喺學校裏面聚會啦。咁有7%咧就喺一啲社福場所裏邊發生嘅。咁其餘咧超過一半嘅堂會咧，基本上都係租用或者購買一啲商業嘅單位，包括即係一啲商業嘅大廈啦嘅樓上單位啦，或者一啲商住大廈嘅低層單位咧，又或者係一啲地鋪啊，甚至商場嘅單位啦。如果較為大少少嘅咧，就會進駐一啲即係舊嘅戲院裏邊。咁呢一啲堂會基本上都係喺一啲私人嘅空間裏邊嘅，即係開放嘅時間咧，其實都可以自己控制，即係唔需要話啊，即係因為譬如喺學校啊，或者喺某一啲即係社福嘅場所，可能有啲時間嘅限制。咁但係咧，如果係一啲商業咧，其實你可以隨時都即係可以入到嚟。咁所以有一定嘅自由度，甚至咧有部分咧會有自己嘅獨立門口啦。咁所以進出咧都比較方便嘅，即係唔需要話即係譬如經過個商場啊，再搭啲上去啊。咁有啲單位都會係咁樣。咁但係即係某程度上咧，我哋可以控制我哋開幾多個小時。咁譬如而家我哋都見到好多譬如24小時嘅便利店啦，係咪？或者啲快餐嘅餐廳啦。咁又有一啲比較都好受歡迎嘅一啲24/7嘅健身室啦。咁啊，即係全天候咁開放啦。咁啲會員咧，其實佢哋有個密碼或者張卡咧，隨時就可以入到嚟用嗰個場地噶啦，或者譬如入嚟做健身噶。咁所以咧，亦都有堂會都提議過話不如用一個24/7嘅理念啦，因為佢哋覺得神係無時無刻都係喺度做工作噶嘛。咁所以我哋教會係咪都要24小時開放咧？咁另外亦都見到有一啲禱告殿啦，都係24/7咁開放嘅。咁就俾唔同嘅堂會啊，或者機構啊，或者社區人士啊，都可以隨時可以入到嚟禱告喺嗰度。咁去到3.0嘅思維咧，就係將傳統嘅週日崇拜為中心啦，轉移到一個24/7嘅新思維，即係擴闊我哋同社區接軌嘅時間同埋空間，即係無間斷咁咧同我哋嘅鄰居可以接觸。咁譬如去到虛擬空間咧，咁當然係一個24/7，即係全天候去運作嘅一個空間啦。咁教會亦都可以探索同埋鼓勵弟兄姊妹咧，係不斷去參與喺呢個空間裏邊。即係無時無刻咧都可以發揮到佢哋喺譬如社交平台裏邊嘅一啲影響力嘅。好啦，咁去到第5咧，就係一個即係我叫 lifestyle 啦，即係一個生活化嘅模式啦。咁所以咧，以往咧2.0咧就係一個宗教化嘅模式，咁去到3.0咧就可以係一個生活化嘅模式。咁所以2.0嘅思維咧就係一個內聚啦同埋分離嘅思維。以往咧係用宗教去接觸非信徒啦，吸引佢哋入嚟。咁但係而家咧，可能一啲年青一代啊、新移民啊，又或者啲少數族裔啊，即係唔係信基督教，可能啲係伊斯蘭教啊、或者佛教啊，或者一啲性小眾啊。咁佢哋可能對於我哋嘅基督教嘅呢個宗教咧係有一啲抗拒嘅，即係正如好似我哋都未必會去佢哋嗰啲場所係咪？咁所以咧如果有其他嘅選擇咧，就算我哋有啲咩大型嘅活動或者一啲好吸引嘅興趣班，咁佢哋即係未必一定咧係會入嚟嘅。咁所以咧有好多人就認為咧，即係入到嚟教會咧，可能有一定嘅壓力啦，係咪？可能俾啲信徒捉住佢哋啦，咁啊甩唔到身啦，係咪？咁所以即係正如我哋去到一啲即係佛教啊、廟宇啊，我哋都驚，我哋都俾人捉住噶嘛，係咪？咁所以其實咧，即係宗教模式咧，就無形中咧建立咗一個防火牆，即係將堂會同外界嘅空間咧係分割咗，咁咧令我哋堂會咧係冇辦法咧好有效咁去融入呢個社區，冇辦法去即係去接觸我哋想接觸嗰啲人，同埋我哋建立唔到一個互動嘅橋梁。咁所以3.0咧就係一個即係所謂去宗教化或者生活化嘅新模式，即係用另外一個更加有親和力嘅身份，即係建立一個容易接觸人嘅生活空間。咁就可以打破呢個宗教嘅防火牆。OK，咁跟住去到第6咧，就係見到係一個 business 啦，一個或者一個鋪頭啦。咁所以2.0就係一個堂會主導啦，咁3.0可能變咗一個商業嘅主導。咁近年咧就開始見到咧唔少堂會開始轉型，做一啲譬如餐廳啊、共享空間啊、溫習室啊，甚至中醫館啊。
健身室啊等等啦。咁對外咧係用另外一個比較生活化嘅身份，將宗教咧係隱藏喺後邊，即係好似一啲宣教士，譬如我哋去到一個創啟地區去宣教，咁大部分咧都會用一個另外一個身份去進入嘅，即係譬如用或者你成為一個當係一個英文老師啦，或者一個商人啦，或者一個專業人士啦，或者學生等等。咁其實除咗座堂或者學校嘅教會啦，或者社福機構之外啦，香港其實超過一半嘅堂會嘅場地咧，原本嘅用途咧都唔係宗教用途嚟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建議咧，就係堂會可以考慮，即係將現有嘅場地咧回復翻嗰個建築物原本嘅用途，即係採用一個生活化嘅模式，咁就更容易去重新啟動與社區嘅聯繫啦，擴闊接觸嘅空間嘅。咁即係由讓宗教嘅活動咧，淨係借用我哋嘅空間嘅一個星期某一個時段，即係某一啲時間咧，先至係借用俾宗教嘅啫。其實大部分或者對外嗰個身份咧，都係商業嘅。咁你見到呢度咧，就係 show 翻俾大家睇下啦。即係譬如原本嗰個場地係一啲地鋪啊、商場啊，或者商業大廈，咁其實就好多用途可以考慮，譬如做一個精品店啊、髮廊啊、寵物餐廳啊，或者二手店啊都可以嘅，係嘛？咁如果佢本身係一個寫字樓，咁我哋又可以諗下，譬如用做共享嘅溫習室啦、補習社啦、培訓中心啦，或者畫廊等等啦。咁如果原先佢係一個戲院嘅，就可以去翻做一個，譬如做翻一個表演嘅場地、劇場，或者一個社區中心，甚至一個室內嘅運動場，又或者一啲大型嘅活動中心等等。咁如果佢係工業大廈裏邊咧，就可以譬如做一啲共享嘅工作室啦，又或者一啲媒體中心啦，又或者譬如一啲寵物嘅訓練中心啦，共享廚房啦等等都可以諗下嘅。咁一般我哋都會建議咧，就唔好擺堂會嘅名或者個標誌，即係個 logo， 又或者啲好宗教嘅物品，即係盡量用一啲簡單生活化嘅模式咧。咁等啲非基督徒咧可以係即係唔會卻步，等佢哋好容易好舒服咁可以入到嚟。咁以往一般如果係做宗教嘅咧，即係啲堂會咧，就一年裏邊咧其實好少甚少咧啲陌生人可以自己入到嚟，或者佢哋自己敲門上嚟問下認識下教會咁。咁其實係好少嘅，咁所以接觸面係非常之狹窄，咁導致咧個用量係非常之低。但係如果我哋重新啟動呢個商業嘅身份咧，咁面向街坊咧，刻意即係開啓同佢哋互動嘅機會咧，咁就更容易係融入即係堂會所在嘅社區，接觸層面咧就更加廣闊。咁有唔少嘅教牧同工啦，喺即係我哋都見到啦，就喺教會度服侍咗好多年。咁咧都覺得我喺堂會咧，其實想接觸一啲非信徒咧係非常之困難。咁啊，宣教有困難啦，咁同個社會咧又好似好脫節咁樣。咁所以咧，我見到有啲咧就突然之間咧就決定離開佢哋服侍嗰間教會啦。咁就重新咧投入去職場嗰度工作，咁咧成為一啲職帳棚嘅一啲所謂城市宣教士。咁而家呢幾年都見到都開始有好多呢啲。咁有一啲年輕啲嘅神學生啦，或者一啲甚至一啲好資深嘅教牧嘅同工啦，佢哋都選擇咧就唔再喺教會度全職咁樣侍奉啦。咁佢哋成為呢個斜動嘅牧者啦，或者我哋叫 slash 啦。咁就希望咧係能夠喺個商業社會裏邊咧係探索其他嘅可能性。咁呢個亦都近年都開始見到咧好多呢啲即係所謂 slash pastor 嘅出現。好啦，咁去到最後咧就係第七。咁第七咧就係以往咧2.0咧就係我哋要擁有嗰個物業嘅，咁但係咧3.0咧我就會話係擁有個項目，即係有個 project。咁2.0嘅思維咧就係當堂會嘅崇拜人數咧超越座位嘅數量之後咧，咁就開始就會分堂係嘛，分多一堂崇拜或者分多2堂崇拜。咁如果人數持續增加咧，就會考慮買一個更大嘅堂址或者更大嘅單位啦，甚至買一啲土地建堂，自己起一個新嘅座堂，咁都會有。咁一般堂會咧都有一個迷思嘅，就係話我哋要擁有自己嘅物業、自己嘅會址，甚至咧係要越大越好。即係咁呢啲先至係一個成功嘅堂會，即係呢啲超級大教會。咁呢個就係一般堂會嘅目標咧，就係要咁樣。咁所以咧，佢哋有好多都係將奉獻咧收翻嚟咧，就長期咧都儲蓄喺度，或者擺喺銀行。
咁咧就準備將來係擴堂啦、購堂啦，或者建堂所之用嘅。咁最終嘅目標咧就係當然咧就係建立自己嘅超級教會。咁近年堂會咧，即係有堂會咧，就喺香港咧就係花費咧9位數字嘅金錢啊，購買一座即係好舊嘅一個戲院，咁咧重新包裝咧就成為佢哋嘅新嘅教堂。咁但係我就會話咧，如果能夠摒棄呢個擁有物業嘅迷思咧，就將嗰啲金錢釋放出嚟，因為佢哋本身已經有啲單位係聚會緊嘅，佢唔需要話再要多一個堂址或者一個大啲嘅堂址嘅。其實咁咧就將呢9位數字嘅金錢咧變成咗700個100萬嘅使命項目或者使命營商嘅單位，咁你就可以差遣700多個咧係有唔同異象嘅會友出嚟，服侍社會唔同群體嘅需要，即係將啲錢變咗一啲項目，就唔係變咗多一個建築物或者一個大啲嘅建築物。咁每一個項目或者單位咧就可以進一步咧就成為一個使命群體，喺唔同嘅地方咧建立一啲聚會點。所以呢啲所謂叫使命項目或者使命營商咧，我下一堂就或者呢一堂後邊咧，或者加埋下一堂咧會再講多啲啦。就係佢哋慢慢咧就會變成一個群體。咁呢啲群體咧其實咧就可以聚會，即係變咗係一齊可以聚會有班人。咁我相信咧，即係比起建築一所即係過千座位嘅超級教堂咧，對於社會嘅影響力咧就會更加震撼。咁我亦都見到咧，近年咧就有一啲新發展嘅公共屋邨啦，或者新型嘅社區咧，譬如而家我哋建造緊一個即係未來嘅所謂北部都會區咧等等咧，就唔一定喺嗰個城市規劃裏邊咧有足夠嘅土地或者宗教用途嘅用地俾到我哋。咁所以堂會咧，如果要入去將來呢個北部北都唔同嘅社區裏邊建立佢哋嘅點咧，就需要尋找一啲即係適合嘅場地去辦教會啦，係會有一定嘅難度，因為其實都冇乜用地俾到佢哋。咁所以堂會咧就需要考慮咧，就係使用一啲另類嘅植堂嘅模式，即係採用譬如一啲我頭先講過比較生活化嘅營商嘅模式，進入3.0嘅思維，即係變成一啲更加流動、靈活、多變嘅新型群體，探索其他辦教會嘅可能性。所以話咧，堂會咧唔係一定需要係要擁有自己一個固定嘅建築物，而係咧轉型而家現有嘅場地啦，又或者共享一啲商業嘅空間啦、社區嘅空間、私人空間等等啦，去建構未來新形態嘅使命空間嘅。